即个花莲的地动，国民党团是提出403赈灾重建条例草案，按算要编150亿来协助重建。已经所优势表决直接送交议图。也那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已经有专案小组伫咧处理，经济部嘛拍算要分振兴县也有夜市县要来救员工。车路搁停坡，花莲太阳星大楼周边管制拢解除，暗过附近东大门夜市游玩无啥物游客。花莲大地动了后，产业受冲击，经济部规推交配券进行在地员工，5月先推好市交配券100块，因消费200块商品；8月夜市振兴券去花莲大营业100块夜市商品券。你外地客上，大家拢会惊。对这个补助小补还不错啦，只是我觉得说那个力道可以再大一点的话，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啦。为协助花莲的民生和产业，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403赈灾重建条例草案，赞成60位，反对51位，赞成者多数。本案逕付2读，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。经过表决，若被立场共款之下，逕付2读。重建总经费150亿，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。地动损毁的厝认定是黄红单，拆迁整建重建费用由中央政府专业负担，比照91赈灾重建暂行条例。公府大楼因为赈灾损毁办理重大修缮相关规定，政府提供200亿信用保证基金纾困灾区产业企业。适用条例期限3年，必要时阵经行政协定上至延长2年。行政院各部会已经集合在一起，不需要等待特别条例通过，而不需要等备特别预算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进行。陈建仁表示，中央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按算投资超过200亿，完成各项复原重建加纾困振兴的措施。各部会也继续跟花莲县政府沟通，希望中央甲地方共同协助灾民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